臣搬来救兵。孩儿正要杀出重围，见父帅扫地围困，特地搭救父帅来了。哎呀，儿啊！搭救背部失效，想着张家数千将士的性命，就担在你一人的身上。送到潘帅帐中搬兵求救，不得有误。快去！父帅快去！
不幸而已。如今杨家乡血战疆场，我岂能在此为儿女情长？甭管怎么说，要马就得比武，不比武甭想得马，这是我们小姐立下的规矩。这个为解口来无灭法，二次大雷再回他。
齐将军，快快请息。多谢伯父，请坐。谢坐。财神，与儿你日何？齐将军果然军武在身，杨家众将性命攸关。一儿之见，赶紧奉上汗血宝马，送齐将军去潘帅大帐当兵。多谢伯父小姐请安，赶路去了。受的要速速报以朝廷知道，只是我分身无术，日何是好？是胡
浪之徒，你也能穿过关的去？今额愿冒死前来。不特将军。就是一小姐，在天不对，东方花烛之时。郎君一腔热血，今儿也是下难一干。苍天在上，与今儿作证，是郎君生死与共。永作夫妻。太马是。
家中，将老夫我与家先孝要齐将军闯日大营，直奔帅帐而来。军士们奏上。少时杨七郎到此，看本帅的颜色写之。有请，有请齐将军。本帅正意欲发兵两党，怎奈不知阵前军情如何，故而不敢轻举妄动。我父帅在两狼山扫敌围困，请元帅速速发兵解围。齐将军一路劳乏，本帅备得酒宴与齐将军押解。阵前扫敌围困，元帅速速发兵解围。那我自然。胡将军听令，立命三军校场听天，酒宴摆下。齐将军，杨家将浴血奋战，不知阵前军情如何？我父帅率领杨家众将血战疆场，死伤无数，也不知我父帅是谁。老令公，北泽围困，不知生死。哎，老令公。齐将军，你我言下慈悲，保佑老令公福体安康，化险为夷。好，齐将军请。齐将军，围绕阵前浴血奋战的将士们，你我再饮一杯。
请慢使这一大杯。好，你我言下是非，本帅即刻发兵。请。齐将军言辞巧罗才，当年你打死我儿潘豹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到了。来人，绑了！宣传，夫人，这算回齐将军巧罗才，杨元子不知之罪当原谅，桩桩件件你反王当，令人脱逃离疆场。
万万不可伤害齐将军性命。再若阻拦，一从治罪，共见赏。将扬其郎，当至发袖。此行的盘查，我要放过那
先挑火。近来我爹爹受弹之日，特备寿酒前去祝寿。祝寿送。为何要选利人？此乃家中宝物，防身之用。哦，家中宝物，好，将宝剑留下，你们去吧。是。
就回府中。太君丧子，心悲痛，何负上下传悲深。都只为杜家寨招亲，杜金娥勾引七郎，临阵逃脱离战场，条条罪状难洗清，八解其难案，九妹渡天阴。若遇杜金娥，定把他千刀万剐，誓与七郎报仇雪恨，洗冤情。今日设计来吊唁，我杨红里里外外忙照应。你这个人怎么不如通病就往里边闯啊？老人家，我叫杜金娥，来自杜家庄。谁？你是杜金娥？正是。哎，你怎么这身打
是怎样托付于你？太君只因七郎要往潘帅大帐搬兵，又恐铁台关失守，他分身无术，为此金额可到天波府报信。铁牌关距此千里之遥，又有了兵据险防守，他一人怎能穿过关口？分明是你勾结辽兵，练了图谋。太君，您不信我，还不信这金锁宝镜吗？我认识七哥的金锁宝剑好剑，血战沙场，那齐将军突围反兵，使他
奏明神君，吾见君你可愿做旁证？杨门忠烈，可无可弃？在下为国去见，敢打土皇帝。吾见君下面歇息去吧。
啊
其之手，应目心心相印，期盼一堂。难释放，怎度之绵绵岁月与时光？起来！起来！起
啊！